好香啊！走啦走啦，過關啦！早前有網民網上分享，話佢阿嫲北上嘅時候，每次都特登買隻雞返香港。位港女就好唔理解，話香港其實都有好多高水準嘅雞嘅選擇，仲推薦咗觀塘翠屏村一帶一間本地雞鋪，覺得香港本土製作食落始終安心啲。呢篇貼一出，引發網民熱烈討論。有網民體諒長輩，覺得內地貨物價錢實惠，味道唔錯，專登買返嚟都有道理。亦都有人提到，有部分香港燒味其實都係內地工場加工再運返。不過，都有市民認為，香港本身都有好多高水準嘅燒味店，未必一定要專程北上買雞。有燒味店負責人就話，明白市民想買新鮮熟食，但提醒大家返港之後要盡快食用，唔好擺太耐，影響衛生。而家天氣炎熱，熟食長途運送，如果處理不當，隨時容易變味，甚至影響健康。市民如果要外帶熟食返屋企，記得盡早冷藏，食用之前再加熱，確保衛生。